幸好你哥哥的武功高强，连我从宫里精心挑选的侍妇，还有那些蒙面人，都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偷懒，我哥哥可不，他勤快着呢。我哥哥啊，什么都会，本事大着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。幸好，他不是我的敌人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的龙小弟啊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自然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看待，他会保护你的，放心吧。遇上你们兄妹俩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上天一定是派你们来辅佐我的。快追！追！没事吧，龙小弟？没事了啊。看来这出了紫禁城，还真得让你这个老大保护我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赶紧去另一棵树上，把丽嫔弄下来。哦，对，走。走。丽嫔娘娘，哎，丽嫔人呢？徐姐姐准不放心朱哥哥，又悄悄赶去帮忙了。丽嫔怎么不见了？我可能记错了，我哥没有把她藏在树上。那咱们赶紧一起去找她吧。书剑已经为国捐躯了，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女儿。龙小弟，你可真仗义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丽嫔，你去哪儿了？哦，臣妾被李护卫藏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上，我看到他们走远了，就顺着树干慢慢滑下来了。这林子里的树可都是很高的，你居然能自己滑下来？啊，主子，臣妾的爹可是威震一方的武将，臣妾小时候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这点胆量还是有的。以前在宫里的时候，总觉得你知书达理，多才多艺，温婉可人，没想到你还外柔内刚，有胆识。主子过奖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别在这聊天了，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这样，去反方向，咱们逃吧。好。的手，快快！不是我的，是刚才有人要伏击大师兄，我把那个人解决了。快走走。给我拿点水。谢谢啊。疼。怎么样？一下。好些了。救我！疼。我这有水。忍着点。王大哥。所以，王大哥乔装成主子的样子，被那帮杀手撕咬着不放。